继续来到南投德山的三林区，正15万丛的绣球花，即摆正咧大开，五彩缤纷的色彩，互人看到嘛心花开。这个外花园，我们整个外花园，粉球色和白色的绣球花开得真暗。德山三林区绣球花即摆当是开了上水的时阵。6月盛开，我们会持续到8月份。 所以呢，暑假期间来，还可以遇到满满的绣球花。绣球花开在咧步道边啊，和游客拢会停脚步来遮欣赏。深色甲美丽花蕊翕相，留下珍贵回忆。这边的绣球花，它的色泽蛮多种的，看起来是非常的舒服。三林区绣球花超有20多种的品种，花期大约开到8月份。即摆天气是愈来愈烧热。 热天的平均气温敢若20度的三林区，天气是真凉冷个舒适，和游客便来到这，心情就对了开花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